你这讨厌。你自己看看我们录的这个里头，全有你那讨厌的镜头。因为他这镜头是不是在前头啊？他的位置。对。所以同学们站这儿表演，那老师坐在后边录。录那个像是不是想给你家长看看，给我们所有家长看看，回头再让你妈看看你的德行。人家家长都看，人都看你都烦。每一个镜头里都在回头，人家跟那表演，你跟那捂耳朵，这叫尊重别人吗？不叫。人家吴伟演这表演多好，他捂耳朵，讨厌。去滚，起来。上后头去站起来，你别让我再拉你了啊！今天是一特别高兴的日子，听明白了吗？这样啊，自己起来去。你自觉的起来，我这今天录这个，我不给你家长看去啊！你要是不起来，让我拽你，我把这个给发你家长去。你听得明白吗？都你这表演，自己没有节目，老师们也。同学们也不说什么，对不对？站起来！你还干扰其他同学表演？站起来，上那个孟玉茹那地儿去。你快点行吗？你别耽误我们大家的时间，一会儿我们还跑步去呢。听见了吗？你看，你都激起民愤来了，知道吗？你都激起民愤来了。你和他换一个位置，你和新雅换一个位置，现在起立换。你但是什么但是？我说你和杨新雅换位置，影响什么吗？废什么话呀！起来，起来吧，去吧，别让老师给你这样啊！老师让他和新雅换，他俩的位置近不近啊？近，换一下就可以了呀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镜头里只有他，对吧？那换一下位置是不是也不影响他呀？对。来，赶紧起来！一会儿我就把这导出来给你们看，他在里头什么样啊？我这都有录像的，你们看他什么样？天天就特别讨厌。新雅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看新雅在他旁边是不是表现特别好？对。平常也是特别好，你看不见新雅怎么做着？坚强领导下，实现乡村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、文化振兴和稍歇会儿啊，真是有点激动了。没事，不用紧张。马上就完事了。实现振兴，刚才说到。我激动了，你都给我看一下。自己写的吗？这是？自己写的。自己写的啊。从接着那儿。